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的是这个职业篮球队高雄钢铁人的领队陈冠豪，不满一个女记者曝光，钢铁人疑似有中国的资金，是设局闹人去甲这个女记者甲假释甲报复，共攻破这个车窗，搁甲铁钉啊倒伫个水箱内底。事后，这个陈冠豪主动来离职，走到香港去秘，即马互通缉。啊，钢铁人是发声明来强调讲，这个讲车的案件甲球团无关系。啊，若迄位女记者也是真惊讲，无愿意来回应。监视器翕到三个穿乌衫的查某人举铁锤啊，准备要卡车。玻璃破了，烟刃甲水箱有也真侪铁钉啊，充满着警告意思。车主是一位女记者，发现了随报警。不过，唔知讲得悉到啥物人，案件发生伫旧年跨年夜，4个乌衣人走去因厝内停车场，卡车兼也铁钉啊，1月初警方抓到4个嫌犯，不过拢无讲什么人指使的。警方继续追查，才伫今年6月份查出是高雄钢铁人的领队叫陈冠豪，开22万册电信社到乌道的假是这个女记者，不过拢无到案，一直到8月份。检方才发布通知。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之后，在8月17号，依照妨害秘密、侵入建筑物、毁损等罪起诉总共7名的这个共犯。那至于这位前领队陈姓被告，检察官也发布通缉，我们也会尽速将其通缉到案。林书豪今年度嘛加入高雄的钢铁人球队内底，名称队员真侪，想到领队干那因为对报道不满尔，就找人去卡车。虽然事后陈冠豪已经辞职，钢铁人嘛发出声明讲，甲这个代志无关系。不过女记者干那因为报道的内容，就和这个球团的领队找人去卡车。第一时间嘛想袂到讲，因为10月份的报道，经过2个月才惹祸上身，已经互报复，唔敢加讲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